Hello，安迪嗱，今晚啊跑9場賽事啦嚇，咁啊嗱呢條片咧係短片嚟㗎，意味住嚟緊每逢賽馬日，如果有啲咩心水冷門啊，有啲咩馬推介咧，都會喺短片咧同大家講啊，所以大家記住未訂閱頻道朋友記住訂閱頻道，另外撳埋個追蹤啊嚇，噼里啪啦啊嗰啲鐘仔嘅成啊，因為我會長短片輪住出，唔好遺漏啊！嗱，今日有3樣嘢同大家講嘅，第一樣嘢咧就係有隻1倍披，尋晚又出現咯喎，就係第7場啊，呢個3班1650米，咁咧嗰隻馬就係12號嘅知道穩勝。嗱，知道穩勝咧，嗱如果呢場馬嚟講咧，佢個 win 上咧係有，但係唔係太高，因為點解咧？同場有快放馬，1號嘅滿心星啊，2號同心同樂喺度，反而咧，我覺得咧佢入2、3名嘅機會咧相當之高，所以咧唔做膽咧都要拖嘅。當然啦，我自己就唔會話淨係講呢隻馬嘅，呢場馬我比較中意咧3號嘅開心勇區，因為呢個開心勇區咧轉咗去貴福特馬房啦，脫胎換骨咁滯啦，本身告東尼咧淨係識跑快谷，轉咗去沙田都可以啦。嗱，今次咧終於死死地氣啦，走翻快活谷度跑。嗱，呢隻馬本身係谷草起家嘅，今次又有個3檔，又有阿莫雷拉在陣嚇，所以搞到隻馬咧都會有分頭㗎。我覺得呢隻馬可以作為連贏3號彩蛋。當然啦，亦都有2隻冷腳推介俾大家嘅。第一匹咧就喺第2場啊，咁啊第2場嘅4班1650米，嗱呢場馬咧大熱門咧落咗去10號隨緣得勝身上啦。隨緣得勝呢隻馬鬥志唔需要懷疑㗎啦，一定搏命嘅。但係問題嚟講2點幾倍，非常之熱㗎，有啲朋友都未必話想買。有隻冷腳，嗱不妨一定要拖啦，就係同樣有鬥志嘅6號唯美主義。嗱5盤子咧啱啱冇咗隻包裝係嘅馬啦，一定有鬥志嘅。呢隻唯美主義73分減到落嚟呢個分數，嗱換上周俊樂，嗱今日如果咧嗱未知嚟唔嚟後上啊，但係作為冷腳嘅冇乜所謂啦，係嘛？拖隻10幾倍嘅呢隻唯美主義今次排個2檔，同埋咧其實佢前2仗咧都有走勢㗎啦，我相信越嚟越近㗎。既然5盤子俾人拉咗隻馬，佢一定要出翻啲力鎮住個倉啊！所以呢隻唯美主義咧，我覺得已經屆出擊之時。另外一隻啦，咁啊除咗冷腳之外，可以玩位置 Q 膽喎。嗱就係第8場3班1200米大熱門啊，踏雪尋梅啦。但係咧呢隻馬3連捷之後咧，會唔會話平分已盡啦？甚至乎呢場咁多馬快放咧，其實對佢有嚟危機㗎嚇。嗱，我覺得咧12號嘅新力好，嗱今季未用過呢隻馬嘅，而最重要呢隻馬3月29號咧，其實佢跑沙田1000-4米嗰場咧，貼住條內欄咧跑到第3咧，好強啊嗰場嚇，輸俾極上沙龍跑1分21秒6，轉嚟快活谷跑。雖然路係短少少，但係今次咧都係繼續用班德禮排個7檔咧，只要佢沿住跟前走咧，不無機會嘅呢隻冷門。